国内头一站台湾版本的柬埔寨案件，这犯罪集团甲61个人关起来，佮害死3个，赚的乌心钱达到4亿。有29个嫌犯放伫咧头一批起诉名单内。法院今仔日一审宣判，这姓部和姓陈的嫌犯犯罪超过300条，拢互判无期徒刑、褫夺公权终身；其他被告一半以上也拢互判刑10年以上。撇了小组公检，5平房间内底悄悄是受害者。警方当初调查，诈骗集团用真悬的薪水骗民众去引头路，骗人个口罩交出去，对空拘禁，受到暴力佮持毒，有61个人落入去这个陷阱，甚至是夺走3条人命，而且心肝真凶，甲尸体等现杀。无爱凶手之一，陈华伟外号地档的，犯320多条罪，一审互判无期徒刑。重要干部还佫有鲍如林，外号 SJ。兼操控甲指挥，红掠到进前，搁按算要连续独立来经营，继续诈骗。现在伊分数顶嘛排328条的罪，同款互判无期徒刑。对，我本来就没有想说要他们死刑啊，更何况就算要，也判不到那边了。所以我的想法在无期徒刑是最好的结果。这个台版的柬埔寨案件引起社会讨论，29个人伫头一批起诉的名单内底，超过一半互判10年以上，罪名为组织犯罪。加重诈欺到私刑拘禁致死的拢有。2位被告被判无期徒刑的部分，侵害生命自由、身体财产法益呢，这个情况呢，极端严重。那被害人的生理及心理的完整性都遭受严重的戕害。用受害者的口罩洗钱，诈骗到的金额有要到4亿。合议庭批评讲，这个人犯罪手段是真粗残，嘛无要意这个无辜的民众因生理甲心理的损害。身上的东西收一下。关键的总检人是拿刀杜成德，那去用查出是幕后的主使者，搁去用发现讲，伊甲前宁夏路派出所的所长有交结，拢伫第2批起诉的名单。所落来宣判的结果嘛受到大家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